你伫刑事的审判程序内底，上重要的啥，就是交互诘问嘛。遐证人讲什么话，爱对案件起到什么影响，这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嘛。啊，所以你上尾伫言辞辩论的时候，你看检察官，伊敢会甲遐证人讲过的话提出来讲，一定会嘛。啊，律师会甲遐证人讲的话提出来讲，绝对会吼。所以就讲言辞辩论，你规个双方面咧讲的重点，拢总是证人做过什么证词。安尼好啊歹。安尼你就会影响到证人伊到底是要出庭啊，无出庭。我讲一个实在话，阮即马咧办案的时阵，所以你实在会有困难在遮。一定有困难啊，因为阮即马咧办案的时阵，阮连最普通的案件，都做侪人无想要出庭做证啊。吼，阮即马，我讲一个即马，即马所有医疗纠纷的案件，拢总卡伫医审会。是安怎？因为2023年修法的时阵，变做讲医审会所有做的医疗鉴定，拢总爱遐医生爱签名，以外爱搁甲法庭去做交互诘问。甲安尼了，所有医生拢总无爱签名，无爱做啊。哦，即马所有的即款医疗鉴定案件，拢总卡伫遐，全台湾300多件。哈哈，300多件。无法度叮当，都是安尼。好，所以你讲迄要无法庭直播啊遐鉴定人证人都已经行到安尼啊。啊，你讲即马有法庭直播啊伊的名伫法庭直播面顶会去人讲出来无？啊伊讲啥物话会去人讲出来无？会嘛？啊伊会惊人家保护，会嘛？伊会惊伊的隐私，伊会去人肉搜。啊，恁职业的时阵要找证人，你嘛困难。对啊，啊过来另外一个困难是啥？律师嘛找无啦。咱就看律师嘛找无。律师嘛找无。咱嘛看凯案好啊，凯案迄3个律师因为迄是国民法官案件嘛社会高度瞩目，所以其实无律师加班。因为律师已经压力足大迄嘛无趁到什么钱去这社会已经塑造讲什么是魔鬼代言人安尼所以较尾不得已去找较法服的律师，结果迄3个律师去社会攻击甲安怎安尼你讲迄个是无法庭直播即马是法庭直播落，都一个律师加价。赖律师提到说，很多普通案件会影响证人出席作证的意愿，但是呢，因为这个条文刚刚吴老师已经讲，它只限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及社会瞩目的案件，所以说虽然有很多医疗纠纷的案子，鉴定人不敢出席，但是这些案子根本都不符合社会重大公共利益、社会瞩目案件，所以根本不用替这些案子担心。那么再来说，如果有律师因为有法庭直播就不敢出庭。但是我相信也有律师可能会想要因为法庭直播能够，你想要出名？对，我相信更多人是这样。例如说，我们现在的宪法诉讼，它是法律审都可以法庭直播，有很多大律师是希望能够当宪法诉讼的诉讼代理人。我们现在的宪法诉讼它其实在做法庭直播的时候，它是没有书记官一直打断你的。当然，未来的配套上，到底要做法庭转播的时候，法官要不要维持现在的开庭文化？就是说，因为要等书记官打字，所以一直打断，一直打断，一直打断。总之拍摄我要给你拍两节对，他多大律师佮讲一个，讲像这个凯案，这个替这个义务咧辩护的这律师，绝不人敢接。像这种反方的，那正方的，大家野手。法庭直播无关系啦，因为国民法官实施了，本来律师就无想要接这种案件。但是你也讲是以即马3地通过的法案来讲，国民法官案件伊的直播的几率是上大的嘛？是提高起来。对啊。哎，杨老师，你做一下菜盘的。如果我觉得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的刑事案件，我相信一定有律师要接。一定有律师要接，因为另外一造是检察官嘛，我们只担心有一造被告他有没有律师，一定有律师他愿意，他觉得说他要挺身而出来帮这个被告做辩护。